上樓嘅過程可能會出現一啲好強烈嘅情緒同埋身體反應，而呢啲情緒反應往往會喺我哋開始接近屋企嘅時候就會發現，可能係經過屋企樓下嘅公園啦，進入我哋屋企嘅大堂啦，甚至乎行近一個後樓梯嘅時候。第一個會出現嘅情緒反應就係感覺到好震驚同埋難以相信。我哋眼前所見到嘅嘢會同我哋印象中對於屋企嘅回憶好唔一樣，因為我哋熟悉嘅環境，我哋習以為常會見到嘅事物都已經變得唔同咗。呢個時候我哋會感覺到不知所措，好難去相信眼前所見嘅一切，會令我哋感覺到好麻木啦，唔識面對啦，或者唔識得去反應。而呢一切都係我哋正常嘅情緒反應，因為呢個時候我哋嘅大腦嘗試去將舊有屋企嘅影像同埋眼前見到嘅影像去做一個比較，產生出嚟嘅差異會令我哋感覺到好震驚同埋唔想去接受。第二個會出現嘅情緒係悲傷同埋失落。當我哋意識到我哋曾經好珍貴嘅回憶、物品，甚至乎我哋嘅家園都無可避免咁失去嘅時候，我哋會經歷好沉重嘅傷痛。呢個時候我哋會感覺到悲傷、默默流淚，或者好難去接受。可能身體上亦都會出現覺得心口好沉重啦，會手震啦，呼吸開始變得好急促，甚至乎困難一樣。呢啲都係一啲好合理嘅情緒同埋身體反應，因為我哋曾經好珍惜嘅物品同埋家園，失去咗佢哋就好似失去咗一個親人，甚至乎失去咗自己一樣。第三樣會出現嘅情緒就係可能會感覺到憤怒同埋挫敗，特別係當我哋諗到我哋仲有好多事情要重新嚟過、重新整理嘅時候，會感覺到好無助，而且亦都因為擔心對未來嘅不穩定性啦，好多嘢要去面對，好多嘢都唔識得去處理，會令我哋感覺到好恐懼同埋好焦慮。